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2月9号要分享的是公义的上帝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诗篇71篇1到24节。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。诗篇71篇15节这样说：我要述说你的公义，纵使我的理解有所不及，我也要昼夜讲论你的救恩。诗人是一个自年幼到长大都饱受欺压、攻击他的人。他的生命中充满伤痛，在苦难的一生，他并没有怨天尤人，反而他能够在最后发出赞美的歌声。他面对苦难的秘诀到底在哪儿？原来他一生信靠这位上帝。诗人充满对上帝任性的句子，他信靠神，所以他说：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投靠你。你是我的盼望，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而且他深信这位上帝的拯救绝不延迟，因为上帝已经说吩咐要救我。这位诗人又回顾他自己的一生，他说他自从出母胎，蒙受上帝的保护，在年幼时蒙受上帝的引导教导，他更求上帝在他年老体弱、白发苍苍的时候不要离弃他。他要把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就是上帝在他身上一切的作为，要传给下一代和后世的人。另外，他能够面对艰苦困难的秘诀，就是他一生充满赞美。诗人在他一生的经历当中，他总结了他对上帝的认识。他认识这位上帝是大能的和公义的。上帝救他脱离恶人的手，恶人必受羞辱跟蒙羞。上帝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。这是他所认识的那一位上帝。因此我们看到诗人他心中常存着盼望，并且他要一生一世来赞美这位上帝。他要传讲他的救恩，他要述说这位上帝的公义和他的诚实。我们看到虽然他面对苦难一直到年老，但是这位诗人他的心仍然是雀跃喜乐的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来想看看诗人他一生中虽然遭受许多的患难，你看到从年幼到年老仍然走在上帝的恩典道路中。我们来思想他的生命见证，他能够面对这一些的患难，对你我有何鼓励还有提醒呢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透过诗人让我们认识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如何帮助他，也甚愿你帮助我。当我到年老的时候，
到老都不偏离你的真理。虽然面对许多的困难，但帮助我仍然对你有活泼的信心和盼望。我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，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在此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